佢係香港第一黑幫最有實權嘅大佬，雖然冇龍頭之名，但有龍頭之實。當年何鴻燊走難去香港，就係佢護送何鴻燊返澳門坐上賭王之位。佢喺巔峰時期，社團哥本數人馬都聽佢號令，完全可以同社團嘅超級元老並駕齊驅。佢就係14K 嘅孝字堆話事人大佬游。大佬游1939年出世，早年拜喺14K 二路元帥陳清華門下。聽聞眾多師兄弟之中，陳清華對佢特別器重。陳清華係14K 嘅二把手，手底下門生眾多，最出名嘅係佢手下嘅五虎將。除咗大佬游，仲有紅花將軍陳惠敏、高飛、沙雲等人。喺呢啲人裏面，大佬游位居五虎將之首。後來大佬游同高飛、沙雲兩兄弟喺油麻地插旗，互相呼應，江湖人稱油麻地鐵三角。14K 開山大佬歐文輝手下亦曾出過幾位風雲人物，好似日後嘅荷蘭交付二宗、身懷紅拳同蛇殼雙形絕技，喺土瓜灣冇人能敵。大佬游同二宗打過多次，都係平分秋色，但二宗屬於有勇冇謀，大佬游就心思細密，深得師傅信任。50年代初，14K 創始人郭少雄病重，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但放心唔落自己嘅仔郭志雄。郭志雄係郭少雄嘅獨生仔，社團裏面都叫佢太子。為咗俾郭志雄盡快承擔社團重任，郭少雄叫陳清華舉薦個人嚟輔助郭志雄。陳清華二話不說就帶大佬游去郭志雄身邊。嗰陣時，大佬游仲未叫大佬游，只係叫游仔。游仔成為14K 社團嘅太子伴讀，太子對游仔特別信任。郭志雄唔中意打理社團事務，成日都將啲事務交俾游仔幫手處理。游仔學習能力強，好快就將呢啲事務處理得有理有條。1953年，郭少雄病逝，郭志雄成為14K 新龍頭，統領孝字堆，係14K 社團嘅36字堆之一。郭少雄雖然做咗龍頭，但對社團事務無心參與，所以孝字堆嘅事基本上都係游仔負責打理。同年14K 以陳清華為首嘅開山元老決定為新龍頭郭志雄喺江湖上立威，於是對粵東幫展開行動。喺呢場戰鬥中，游仔表現出色，喺社團中樹立咗威信。1956年，雙十行動引發咗一場混亂，各大黑幫社團齊出，街頭打到亂晒龍，滿目瘡痍。當局出手，14K 多位高層被逼離開香港，社團陷入群龍無首嘅狀態。14K 高層走後，游仔返到九江街，見到社團出現斷層，人心渙散，決定重振旗鼓。九江街一直係孝字堆活動嘅地方，早年由魏字堆話事人大鼻燈打下江山，喺呢度培養咗唔少好手，例如最惡嘅大佬九江霸王阿張、交付、胡蘇蓉、黑白無常等人。游仔同大鼻燈嘅幾位得意門生聯手，召集其他社團成員一齊插旗拓展地盤，唔單止穩住社團喺江湖嘅地位，仲令威望更進一步。當年眾人都以游仔馬首是瞻，佢亦由游仔變成咗大佬游。數年後風頭已過，被驅逐出境嘅開山元老紛紛返到香港。呢個時候，大佬游面臨一場危機。前文提到，九江街當年係由大鼻燈打下嚟嘅，而大鼻燈係社團嘅地位比陳清華稍低。大鼻燈返到九江街，卻發現話事人已經變成咗大佬游。大鼻燈多次想重新奪回九江街嘅話事權，但大佬游一直拖住，顧及同門之情。大鼻燈甚至上門揾龍頭郭志雄評理，但郭志雄對大鼻燈非常尊重，作為開山元老之一，亦認可大佬游嘅能力。再加上大佬游年紀較輕，做事有衝勁，最終郭志雄決定由佢哋自行解決。大鼻燈無奈之下宣布退出江湖，喺九江街開咗間電動遊戲廳。見到呢個結果，意味住大佬游徹底勝過咗大鼻燈。大佬游喺九江街嘅影響力越加深遠，唔少人開始敬畏佢嘅手段同智慧。
60年代初，賭王傅老榮手上嘅賭牌到期，傅老榮本人亦啱好去世。何鴻燊同葉漢、葉德利等人聯手，硬生生從傅家同高可寧家族手中奪得賭牌。但呢兩個家族喺澳門根深蒂固，點可能甘心俾何鴻燊得逞？於是開始對付何鴻燊。何鴻燊驚慌逃往香港，費盡心思想返澳門坐穩賭王之位。佢親自拜訪14K 嘅二把手陳清華。陳清華為人謙和，素來樂於助人，見到何鴻燊求援，亦毫不猶豫答應幫手。陳清華派出5虎將護送何鴻燊返澳門，其中就有大佬游。護送途中，何鴻燊曾數次遇到伏擊，尤其係喺去珠海邊界嘅時候，遭遇咗一次大規模襲擊。大佬游表現得非常冷靜，指揮手下應對，將襲擊者全部擊退，確保咗何鴻燊嘅安全。呢次事件之後，何鴻燊對大佬游感激不盡，兩人亦因此結下咗深厚嘅友誼。何鴻燊能夠順利登上賭王之位，大佬游可以話功不可沒。除此之外，陳清華仲親自出面揾高可寧家族談判，最終達成協議，俾何鴻燊坐穩賭王之位。而與此同時，澳門嘅14K 勢力亦得以突飛猛進，成就咗日後叱咤風雲嘅崩牙區。70、80年代，香港進入快速發展階段，江湖社團亦紛紛走出原本嘅地盤，向外擴張。當時最富裕、最火爆嘅地區，無疑係油尖旺，而喺油尖旺插旗嘅正係大佬游、高飛同沙雲三兄弟，號稱油尖旺鐵三角。以大佬游為首，大佬游仲同社團嘅金主倫敦金教父劉安交情深厚。劉安可以話係社團最大嘅財源之一，再加上有龍頭郭志雄作靠山，前有九江街作根基，令大佬游喺江湖上呼風喚雨，社團內各堂口紛紛投靠。喺巔峰時期，14K 超過半數堂口都聽從大佬游嘅號令。大佬游唔單止喺香港發展勢力，仲開始向東南亞擴展。佢同泰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嘅黑幫領袖建立聯繫，通過生意往來拉攏關係，甚至將14K 嘅堂口設立喺曼谷同吉隆坡。佢哋透過賭場、夜總會同物流生意使錢，賺取大量資金，進一步鞏固咗14K 嘅經濟基礎。雖然冇龍頭之名，但大佬游實際已經成為14K 嘅攝政王。當年14K 嘅黑白無常稱霸砵蘭街，威風凜凜，但呢個地盤原本係和勝和嘅勢力範圍。和勝和同14K、新義安並稱香港三大黑幫，勢力不可小覷。喺爭奪砵蘭街嘅過程中，大佬游應黑白無常嘅請求一齊出手。大佬游一隻手搖住杯82年嘅拉菲，另一隻手慢悠悠攞出個金製8848手機，打電話俾高飛同沙雲，號召300名手足齊齊出動。雙方喺砵蘭街展開激戰，最終和勝和撤出砵蘭街，成就咗14K 嘅輝煌。大佬游為人精明，亦擅長處理社團內部矛盾。喺一次堂口嘅利益分配問題上，孝子堆同另一個堂口因為利益分贓唔均而引發衝突，大佬游親自出面調解，唔單止成功化解咗矛盾，仲令雙方和好如初。佢嘅威望因此喺社團內進一步提升，逐漸成為14K 內部公認嘅權威。自此之後，大佬游開始退居幕後，好少再喺江湖上露面。佢將更多精力放喺培育新人身上，提拔咗唔少後輩，例如孝子堆嘅新一隊領袖阿邦。阿邦為人機靈，深得大佬游嘅信任，經常俾機會佢參與重要事務。喺大佬游嘅提拔之下，阿邦逐漸成為孝子堆嘅核心人物。1996年，高飛已經61歲，但脾氣依然火爆。有一次排隊時，遇到3個年輕人插隊，高飛大怒，直接指住對方破口大罵。3個年輕人唔服，想同高飛喐手，但高飛雖然年紀大，拳腳功夫仍未減當年，一人將3人打倒。事後呢3個年輕人竟然想告高飛，大佬游得知之後非常憤怒，回想起當年油尖旺鐵三角嘅風光，竟然俾幾名無名小輩蝦到頭上。
於是下令手足揾出呢3個人，最終迫使對方撤銷指控，並從此消失於江湖。1997年香港回歸在即，社團內外局勢開始變得複雜，大老油意識到江湖嘅生存環境會有重大變化，決定帶孝字堆進行一系列改革，減少非法活動，轉向合法生意。佢哋開始涉足地產、餐飲、物流等行業，將原本嘅非法資金逐漸合法化，成功避過咗回歸後嘅風頭。2010年，14K 龍頭郭志雄病逝，14K 社團陷入群龍無首狀態，而孝字堆話事人一職則由大老油接手，成為代理龍頭。雖然佢已經退居幕後多年，但社團內部依然對佢充滿信任。大老油上任後，繼續推動社團嘅合法化進程，並加強內部管理，保持住社團嘅穩定。3年後，大老油因病去世。喪禮上除咗陳慧敏等幾位同門師兄弟，仲有各大社團嘅代表到場。殯儀館內人數近千，就連身在獄中嘅崩牙駒都送咗花圈。大老油一生叱咤風雲，但最終卻默默無聞咁離開，未有培養出自己嘅接班人，呢點令人唏噓。雖然佢嘅故事已經結束，但佢喺香港江湖嘅影響力仍然深遠。佢以冷靜果斷嘅手段同長遠嘅眼光，帶領孝字堆渡過多個風浪，亦為14K 社團奠定咗穩固嘅基礎。江湖人提起大老油，仍然會對佢傳奇嘅經歷感到敬佩，同埋對佢未完成嘅夢想感到遺憾。